大家好啊！我哋係 OOS。如果大家仲未訂閱我哋，希望你哋可以撳個訂閱掣，俾我哋多啲支持啊！過完農曆新年之後，華人社區就開始準備迎接農曆新年啦。每逢農曆新年前後，墨爾本唔同社區都會舉辦各式各樣嘅活動，一齊慶祝農曆新年。而第一個活動呢，就係1月18號喺聖 Albans 舉行嘅新年慶典啦。我哋嚟咗澳洲幾年，其實一次都未參加過呢類社區農曆新年活動。今年就諗住去睇下，感受下個節日氣氛。我哋喺活動場地附近嘅停車場泊好車之後，就一路行過去。沿途見到好多人都朝住同一個方向行，又隱約聽到啲音樂聲，感覺已經好熱鬧啦。去到現場見到成條街都封晒，街道兩邊擺滿咗攤位同埋餐車。今次因為主辦單位係越南華僑組織，所以大部分都係越南小食，包括有燒腸仔、串燒、粽、炸魷魚鬚、串燒魷魚、八爪魚、魚蛋、牛丸、煎米糕、炸薯片串、燒粟米、即沖飲品。除咗要式小食之外，仲有意式披薩、韓式芝士熱狗腸，好多唔同嘅炭火串燒。鮮榨蔗汁、churros、生果杯、唔同嘅肉乾，又係唔同嘅串燒，雪糕甜品，同埋沙冰。途中見到棵假樹掛咗好多利是封嘅新年報紙。之後嘅小食都係大同小異，有炸薯片串、即沖飲品、其他炸物、海鮮餅、串燒、煎米糕、仲有韓式10蚊硬幣嘅燒餅、雪糕、蔗汁、韓式炸雞、糖果店、日式茶飲同埋蛋糕、棉花糖、軟雪糕、冰糖士多啤梨、提子同埋蘋果。
果汁、腸仔、串燒同埋一啲不知名嘅小食。現場亦見到有啲女士着住傳統嘅越南服裝，賣唔同嘅產品，好似有飲品、醬油、小食、燕窩等等。好多檔口睇落都好似好吸引。行咗一圈之後，我哋最後決定買燒魷魚、韓式炸雞、炸魷魚酥、煎米糕。甜品方面呢，就揀咗原味嘅 Tiramisu。首先講下個燒魷魚，喺檔口炒緊嘅時候睇落覺得幾靚仔，價錢係要21蚊澳幣一份。點知個份量勁少啊，得嗰幾條魷魚酥。味道方面係好食嘅，調味做得唔錯，又有炭香味，口感都幾彈牙。但係以呢個價錢嚟講，算係幾貴。跟住係韓式炸雞，佢有3種口味，分別係原味、芝士同埋鹹蛋味。我哋揀咗原味，佢係12蚊澳幣一份，份量好足，多過燒魷魚成倍啊。不過因為係冇醬嘅，食落冇咩味。炸魷魚酥就15蚊澳幣一份，份量真係超大啊！我哋3個人好似食幾多仲有咁。味道方面少少偏鹹，但係口感幾彈牙。以呢個價錢同埋份量嚟講，算係幾唔錯。至於個煎米糕喺檔口炒緊嘅時候，睇落已經非常吸引我哋。原本以為會好似煎腸粉或者煎蘿蔔糕咁，但係實際口感係偏實啲嘅。不過味道都幾夠，點唔點醬都 OK。佢面頭鋪滿蘿蔔絲，食落都幾清爽。最後就以甜品作結，我哋點咗一個 Tiramisu， 14蚊澳幣一份，份量算大，但係海綿蛋糕偏乾，又冇乜芝士味，整體味道麻麻，可以唔使特登去幫襯。除咗食物之外，現場仲有舞龍同埋打鼓等唔同嘅表演，氣氛相當熱鬧。同時亦有其他非食品類嘅產品同埋攤位遊戲，甚至仲有幾款機動遊戲，小朋友應該會玩得好開心。整體感覺都幾正㗎。即使大家趕唔切參加呢個新年活動都唔緊要，因為除咗呢個之外，墨爾本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地區都會舉辦農曆新年慶祝活動。我哋已經幫大家整理好一個各區農曆新年活動嘅時間表，方便大家參考一下。如果大家有時間，不妨去行下、食下、玩下，感受一下喺外地過農曆新年嘅氣氛。下一條片我哋將會帶大家睇下活動嘅現場，除咗食物之外，仲有咩可以買，有咩可以玩，仲會同大家分享打鼓表演嘅精彩片段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今條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條片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